哎呀，马老弟，你来的正好。闵老哥，犬子平日里管教少了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就悄悄听一会儿啊。我也想给马老弟3分薄面呐。况且那老王头是气急而死的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那些为商的可谓是地头蛇，平时就串联一气，自成体系，老弟也是知道的。路上我就听见了，城里商户全成惊弓之鸟了。传流言说我纵子行凶，还说我买通人证。哎，两位歇会儿再讯。我看那边杨秀才神情如此镇定，可是在等着要献策破这难局了。没有，你真有办法？杨秀才，若有办法，不妨说来听听。哎呀，我就是听个热闹，这县城怎么像存心搞我呀？杨公子，仙尊大人与家父皆是沙场出身，不如公子学问高深，通晓律法。我哥他虽为人鲁莽，但绝非恶人。小女恳求公子出手相救。也罢，以前每天饭点电视上就播法制节目，我看这么多，总比这俩莽汉有招吧。兴许我是能有些办法，就是需要再考虑一下啊。那此事就全托杨秀才去办了。哥，你真是应下了。啊。